接落来看这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是涉嫌伫咧做桃园市长的时阵收500万的乌西钱，8月去互起诉。今日是头一届出庭应讯，郑文灿除了否认犯罪，嘛甲这法院发声，叫因着爱公平审理，刑以清白。 挂嘴暗拢无讲话，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，互人指控，伫做通市长任内，涉嫌透过南口特定区江五工业区扩大开发案，收乌西钱500万，互人依照贪污罪起诉。8月起诉到今，19头一届出庭应讯。市长对我还好吗？市长，你今天还是跟我无罪答辩吗？ 江五扩大案，郑文灿等10个人，互桃检认定牵涉到官商勾结，涉贪的情况严重。将大诉高站侯水文、廖俊祥爸仔囝等人，伫进前出庭的时阵，拢坦白承认犯行，甚至转做污点证人。暗过郑文灿伫法庭也是否认犯罪。市长还是拒绝认罪吗？白手套认罪了。 针对检察官认为郑文灿是收钱了后，配合廖俊祥等人正式对外发文，伊答辩表示，处理江五扩大案的3个原则，列出会议记录拢会当证明。第一是依法行政，第二南口特定区是布定计划，依照营建署行政指导。第三尊重甲信赖当人的都市计划专业判断，强调这毋是伊一个人的决定。伊也话讲，相信经由司法公正的审理，会当洗清冤枉，还伊清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